大家好，我是楚婷，嘛会使叫我阿婷。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我是爱跳舞的，走，悲伤会当上啊，一只枪向着天顶大声着，吼！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上爱听你的。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人要听无？ 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哈哈哈哈哈！下半场人生，哈哈哈哈哈！几岁拢无要紧，哈哈哈哈哈！下半场练习，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 堂客退休了后，时间就一直生出来，一直浮出来。哦，时间一济，就会无聊啊，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来做志工服务社会。常像我有一个好朋友，超级草阿嬷，我无咧骂人哦，伊的外号真正叫做草阿嬷。伊上爱世界广告书房听，爱今仔日甲我约伫咧公山的文贤市场食，咱来找伊。怎？ 鱼仔拢足青的，阿嬷伫过，阿嬷那个广告书，这只猫仔呢，猫仔拢会过来要看伊迄种猫，看了足水的吼。特别请阿嬷翕一下相好。所以呢，脚顶一下，就飞按天顶去啊，去看动物啦。什么？ 有够勇猛的，较有可能无法度啦。飞按天顶要去掠动物啦，所以已经活起来啊！哇！今仔呢，飞天山的故事就甲妹妹你讲到这哦。感谢你给我机会讲故事，真努力咯。多谢，讲个足好听。真的哦，感谢你啊！后摆有机会咱搁甲你讲故事，好无？努力咯。哇！多谢。哇，足好听的故事呢，对啊。所以这是。 你的朋友，还是讲你的粉丝，甲你约伫咧食，你广告书会听吗？无，这是来遮啊，迄个找有缘人嘛，就路边找有缘人。唔是朋友，嘛唔是约好的。阮来菜市啊，唔那是会当买菜，嘛会当广告书呢。吼，这个代志我根本都无想过，嘛想袂到。哦，草妈真正无简单呢。 这市场哦，足闹热的嘿，有卖鱼啊的，卖肉、卖菜，还有卖这食料的。对啊，才有肉呢，咱来买一只肉。等下，才有一个河流。哎呦，这一尾河流，你河流走落来啊！你掠会条？你伤骨啊！来河流，河流拍你哦。哦，伊要互你洗手，伊要互你洗手。伫市场掠河流呢。 真正活跳跳，所以买吧吼。咱来买一个啊吧。来我摕。这文贤市场算是公山城大市吼。算大市。难怪西人足多。对啊。好，感谢，谢谢，真努力。行，咱来买菜。好。嘿。这
这大的菜看起来，足侪项哦。系啊，足侪啊，足水的呢，你看，对啊个肥，嘿，肥啊，个肉足够对的，啊啊那好线对啊。的。我帮你啊，我靠，你落雨，拄啊好，咱有好线。好，安尼就会使啊。感谢头家你，感谢阿头哈，阿头好啦，好，谢谢。好好。好，你即摆买菜买好啊？嘿，搁顺续行。阿妈等呢？哦哦，你好，这飞机饼对不？对，哇，这我细汉上爱食的，我要买这一包。啊哥啊，细汉我爱食这。这一项拢是细汉我爱食的呢。对啊，伊只古早味的较侪啦。对啊，古早味好吃。对啊，哇，囡仔的天堂。对啊，这囡仔上来的。对。我这等爬上去，咱甲孙分享。哎呀，所以讲，像像你安尼出来讲故事互人听，你有特别选啥物场所无？因为今仔日咱是伫咧市场嘛。无一定市场啦，什么所在我嘛拢会当讲啊。你像捷运啦、火车啦，我嘛有啊，饭店嘛有啊。市港服务这件代志，你会用做一项的啊，比如讲做环保的也好啦，还是去病院啊？为什么你特别选讲故事这项啊？哦，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介意吼，安尼四界走的人啊。啊，你要讲吼做环保志工，你固定一个时间拢爱去遐。啊，我这随时拢会当做啊，而且我这一人就会当做的，唔免足侪人啊。一个人就会使。对啊，我爬起骹，我骹板歹，我四界我拢会当讲。人生到这下半场吼，你只要爱找一个家己的兴趣，啊，自然你的心境就一定较快活。对啊啊，是日子咧过加足快乐。伊遮有迄个杂货啊啦，咱来看一下。大料呢？大料嘿，有泡菜、香菇、金针无腻，对哦，还有这鱼煲啊，对。足香的。头家娘，甲你买土豆，嘿，买100块，徛较过来吼。好好。伊遐较好徛。所以阿姨，你要当去做碗粿吼？哇，厉害呢！碗粿无好做呢。谢谢。头家娘来啦，我拄啊有缘啦，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啦。你讲故事来，真拄啊好无人来，哇来遮。哇，我你机会好无？水开花就对啊！我讲故事你听好无？讲这迄个飞天嘿，对，飞天的狮啊。哦，狮啊会飞呢。这只狮啊足水哦，啊伊的全毛吼是金黄色的哦。嘿，啊这天呢，一寡猫啊，伊这八兄弟啦，伊一寡吼表兄弟啊，这八兄弟是猫啊，啊伊呢来找伊哦，啊看到伊个狮啊吼，足水的，伊就吼感觉足新鲜的啦。我甲草阿妈呢买，无意无意，雄雄在问头家娘讲，你要听我讲故事哦？吼，连伊这个学者都示范互我看呢，我这个练习生，哇，目睭我都闭较紧的，看伊安怎讲故事互人听。我听草阿妈呢讲故事，听咧，会迷落呢。啊，而且吼，草阿妈伊坚持要用台语讲故事。这互我足佩服的呢，因为伊感觉台语若是愈无讲，就会愈无人讲，啊嘛会消失去，所以伊就是坚持要用台语讲故事，互台语会当传落，会当延续落来。吼，安尼今仔去飞天的狮的故事，就甲头家娘你分享到这。感恩，所以咱都莫做伤忝啦，啊真正忝就爱讲，爱用。困啦。较早做作忝，即摆无忝。即摆无即摆袂啊。会啊即摆咱做一煲肉啊。较早的人是毋是拢较毋知影爱休困？较早拢要拼经济，是较早足辛苦的，无厝。啊要拼经济，拼经济。嘿啦。你责任带足重的，所以你嘛是狮啊呢。对啊。你甲先生是两只狮啊咧拼经济了对。头家娘感谢呢，感谢你花机会，多谢你的分享。好，谢谢，感谢。我甲恁讲，我头拄仔甲阿嬷去菜市啊，我有买到这我细汉上爱食的。嘿，我也很喜欢吃。真的假的？真的哦？你吃食一个。明宏嘛食一个。谢谢。啊，咱过去。有好吃不？
哦，真正是细汉的滋味。即摆要算啥？要真哎，我带一个表带。你甲我加一个。抽哦，爱抽牌就对啊。红色、蓝色、黑色。哦。完成。所以就是抽到什么牌就要排出那个色就对了。好，开开始啊吗？哪一个是开始的啊？都解是开始，从这边开始。好。要排无是用用的，伊会还的呢，伊会狠的呢，伊会狠的啦，伊会狠的啦，爱安尼啦。哎，你刚刚又没有说要很难是的，哎呀，爱看伊这，你又没有他又没有说怎么用，我怎么知道有了？爱看，爱看。啊，你又没说。伊迄嘛字的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就简单，甲恁算起来这困难呢？哦，我怎么知道怎么玩的？啊不，多几盖。现在你主导，听你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好。OK， 毛毛虫说还没开始哦。好，开始了吗 OK， 好，开始。慢来哦。好，我要听你的。慢慢来是不？慢慢来。好。我要慢慢来哦。我已经慢慢来了。没有。卖抓，我无看，拜托我看一下。我已经慢慢来了啊。好，你已经摆好得了。没有抽到。好，有啊，你有抽到。哎，这两个是我拿到的啦。哦哟，算了，我没看到呢，我没看到呢。不是，这是我拿到的啦。好，要安怎？阿妈，若拄着安尼要安怎？安尼拄着安尼要安怎？好啊 ，OK 啊，安尼卖算啊，好不？不是，就是他们都很慢说啊。大家有发现到无？哥哥那个无啥欢喜呢，要安怎咧？啊，不过有一句话咧讲啦，无冤无家都无成家啊！哦，咱喙舌甲喙齿定定嘛都会夹着啊！啊，兄弟姊妹冤家嘛是正常，亲像我细汉嘛定定甲阮阿姐冤家，但是，互我惊到的是阿嬷的反应。伊既然用一个冷处理呢，伊就想讲，袂要紧啊，恁两个家己去处理就好，我就做一个伫边仔看的人就好。这有输赢的，就是安尼。对啊。好啦，玩游戏本来就有输有赢，有输有赢啦。哦，不要哭，不要哭。啊，明宏嘛，伊去楼顶，去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嘿。哦，好，靠一个就好，莫靠伤久吼，目睭会忝。抱一个来。哦。对啊，对不对？啊，你大汉的我是有甲讲啦，我话讲吼，因为年岁吼无共啦，啊，伊所经历的吼，伊拄啊好3、4冬的时间尔。啊，只不过你细汉的时阵嘛是有即个经过啊，是毋是啊？啊，你就感觉安尼伊甲伊做的，你无迄落，你爱甲教。你讲啊，来哥哥甲你教安怎？啊，咱做伙算安尼。阿妈呢反应，我感觉是大智慧呢。我哩刚才哦，哥哥无咧生气啊，弟弟嘛欢欢喜喜啊吼，兄弟啊阁会当算斗阵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提出我的绘本，我今日是有准备才来的哦。好，今仔日我准备的故事是这本叫做《凤蝶》。这些神明要回天庭的时候，我们要带个礼物嘛，吼，换手礼啦。结果发觉到咱土地公煞摕一个茶果啦，明明阁写2个字，甲我讲，迄2个字啥？嘿，奉茶凤蝶。啊，这个玉皇大帝就讲好，我来啉看卖，伊一啉，不是昏倒，不是昏倒，伊一啉。无想到这个凤蝶比咱天顶的甘露水更较好啉哇！当然，我的故事讲到这。啊，要怎么样？好，还有嘞，谢谢。多谢。啊，有啥物爱改进的无？没有看，真的吗？要看前面。啊，有好听无？哦，好听，请一个赞。好声嘞。楚婷，我有甲迄个幼儿园尔森林幼儿园遐我拢会固定去讲故事啊。连工我带你来遐讲故事啦。会使吗？要做练习生就爱对镜。好。这个水的所在。
嘿，拢古水的小朋友，吼来到这就到嘿蜜芳吼。今仔日听故事的是蜜芳班，对，因是蜜芳班。哎，来，你好，这是啊，我是阿婷。你好，啊，今日来练习今仔要来做练习吧？对啊，我要来学啦。好，大家好。哇！就够哇，大家拢有精神哦。大家好，大家好。啊，我买当自我介绍吼。啊，这个阿嬷的朋友哦，吼，今仔日要来做见识哦。嘿，我今日来练习的，吼，来学习。啊，所以等下我要甲恁同齐听故事，敢会使的？会使。哦，多谢你。啊，咱今仔吼要讲的是洗喙齿的故事哦。好啊，哇，伊就吼爸爸妈妈哦就甲伊讲，妹妹要睡觉啊，紧去刷牙睡觉哦。啊，妹妹吼伊来到会间啊吼，伊就哈，我无爱洗喙啦，洗喙足麻烦的呢，我无爱啦，足无聊的。啊，所以呢，蛀牙虫虫，你若无洗喙吼，伊就把你的喙齿破坏掉。我以前吃过一点点刷牙，这样哈，啊有刷牙吗？我也有吃过。真的。哦，还有锁牙。真的。以前早上我有刷有2次牙。啊，都很棒。我跟你讲哦，阮怪兽的迄医生吼，有够牛的啦，伊吼拢甲迄款迄个蛀牙虫虫吼，拢甲伊赶掉。安尼，阮的喙齿就搁完整啊，阮就会当搁食到，较拄我讲的啥物事？棒棒糖。对，棒棒糖、巧克力，还有薯条。对，还有薯条，还有啊冰淇淋。好 ，OK， 你看。我讲草阿嬷真正是无简单的，无怪是超级草，都是囡仔吼讲啥，伊拢接袂到迄个球哦，吼，啊拢会当甲囡仔有足好的互动，所以阿嬷真正是有，若是一个女啊，2个女啊，伊可能有5个女啊。谢谢草阿嬷讲故事给我们听。阿嬷讲故事，恁有爱听无？有吼，哦，安尼阿嬷直接来甲恁讲哦，好唔好？大家拢来。我感觉头拄仔甲囡仔咧讲故事啊，真正都是。咱咧讲，转去甲上自然、上天然的迄个快乐，上单纯的迄个快乐，对啊，所以你讲故事就是安尼啊，你快乐，我嘛快乐啊。系啊，看到你满面笑容吼，啊，你顾这个笑容，而且也一寡无爽快的代志啦，跳掉，就希望避啊去啊，暂时都无去啊，咱就会浸水伫迄个囡仔古水的迄个笑声内底，感觉足快乐的嘛。对啊，有啊，我感觉规人拢有快乐的，系啊。啊，像阿嬷，你头拄仔讲故事，我感觉你足敖讲的，你嘛足敖带的，啊，所以你平常时敢有去训练，还是上啥物课？哦，我平常时拢上摇滚乐来巧克力老师伊的课啦。后个月吼，有一个课程会伫台北，哦，哎，做伙来。台北拄啊好呢，离我近。对啊对啊。好啊好啊好啊，啊无后个月咱才约一个。叫，谁在叫？太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狗狗的声音怎么叫？哦，这时候说书人就赶快看哪一些小朋友表现得很好哦。接下来又有点难了，叫，谁在叫？萤火虫的声音怎么叫？砰砰砰！哦，我看到你说砰砰砰了哦。还有没有什么声音？咻咻咻！我听到了。一样，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有塑造标准答案。然后咻咻咻已经讲过了，再来一个叔叔。假修吧，假修吧。可以开了。你们要从这书里面摘一句话出来，但这句话等一下不能看书，你就是想办法去找一段话出来做那个角色的诠释。请开始。悲伤是沉重的大象。我是狐狸，我会当听到足侪声音，啊，不过我其实足忝的。我休一个，
等下我都会离开啊。悲伤会当上啊，一只枪会当枪啊，这只枪通写伫向着天顶大写着吼，会当像鸟鼠啊，安尼伫遐面起舞起厝，嘛会当像这个火金菇同款，伫这个黑暗中是咧，甲你的悲伤拢带走。感谢。我无想到原来讲故事会当，像老师讲的安尼讲呢，就是加一寡无共款的声音，啊无就是你会当换你的身份。原来讲故事有遮尔济的方法，甲我所想的拢无共款。婷婷，啊你今仔来上课感觉安怎？我感觉这个课甲我想的无共。无共，我就是老师伫咧台顶安尼一直讲啊，我就一直写笔记，结果毋是。挑战真大哈。系啊，啊，搁爱上台，啊，搁爱表演，啊，搁爱分享，是啊。像你们这样上课啊，邓去了啊，会不会让你跟那个厝内底的人讲话啊、开讲啊，搁迄互动，搁较比较会表达，会有安尼感觉无？应该是有差吧。有小孩说：“妈妈，你现在讲话好像特别戏剧化。”伤抓嘛，对不对啦？即摆囡仔拢讲抓嘛。小朋友都叫我柠檬姐姐，我说没有了，没有了。真正，还是心态啦，心态笑嘞。对啊。因为讲故事，你就会年轻，对，真的活泼。而且咱若是得到对方的那个反馈啊，就是迄个反应，就会互咱足欢喜的，感觉心就降。对啦，对。巧克力的老师，所以我的卡我要交转来。好，多谢。老师我足好闲的，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教这阵大龄学生讲故事？25岁到35岁的时候，我自己开了一个儿童故事屋，讲故事给囡仔听的啦。所以当初本地你是想要讲故事给囡仔听，是。啊，你训练的对象呢？都是18到25岁的。幼教老师，对，那个时阵的族群无同。那经过了2015年之后，念了博士班，接触正向心理学，感觉台湾的囡仔嘛较少啊。那我就觉得有掌握到2025台湾会迈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才开始投入。所以老师你在经这个绘本的时候，你嘛会去考虑到今嘛社会的问题。对，因为今嘛情绪困扰的人就多。那是阮的长辈学会了这本书，他就会是社会很重要的疗愈者。你们要创作出一张照片、一个海报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先把故事里面的人物之间的关联要串起来。可以了，上面都可以。爱起楼啊。这样子可以吗？鸟气的耳朵，这样吧。因为它是圆圆。哎呀，会有人拍，你特别定。我们现在准备，演员准备，请开始。晚上，我躺着，悲伤的感觉油然而生，悲伤换作一道光，那是祝福。结束了，谢谢。哇，太有趣了，很棒。这一组充满了诗意哈。那我们就欢迎这一组喽。那我们就请开始。我是好利，我会刚听到足济的心声。我是萤火虫，我也有情绪，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开心。萤火虫好像怪。本来想讲，查某的时代会较变故无，较歹势无，较放袂开无这个代志，每一个足勇敢的，嘛足够表演，嘛足知影要用什么款的文字、什么款的迄个动作去表达伊的迄个情绪，所以来到这，若是甲老师学，嘛会当甲同学学习。这是我感觉今仔日谈到的上大的原因，就是这同学嘛是我的老师。今仔来到这是台北上到的所在，
来这找看有人要来听故事。系啊，因为我要学习你的精神，就是要来青春开发。U&0呢？咱即摆来找看有帅哥无？我们用台语讲故事，我们要用台语说故事，有人要听不？说故事给陌生人听，有没有要听故事？有人要听故事不？请问一下，可以给我们5分钟，我们讲个故事，然后谢谢。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咧，我来一直互人拒绝是安尼感觉啦，嘿，就是，嘿啊，我唔知要安怎去打破迄个界界呢？对啊，就是大家拢安尼用迄个那个足青春的眼神安尼甲我看，啊，用迄个足无情的嘴甲我讲坏，无方便，哦，真啊，心肝足艰苦的呢，对啊，哦，但好佳哉，草妈伫我身躯边，所以不要紧，就算互拒绝，嘛有伴啦。所以会定定拄着安尼状况。当然啦，是哦，我想你讲。做青，因为人唔捌你啊，唔捌你，你向阳去的时候，感觉哎，你有啥物气度？你唔免感觉讲啊，安尼迄落做无自信安怎？哎，就是互咱个爱提出个较大的勇气。想要听，嗨，比如你好，要讲故事给陌生人听。哎，我们公告书给不认识的人听，有没有人愿意？比如你敢不愿意花机会讲台语，用台语讲故事？我们要挑战用台语讲故事。会使吗？10几分的时间，安尼这场就交代互婷婷你来分享啊。好，2位同学，恁2位好，我叫婷婷，阿婷，好，啊，我今仔日准备2本，恁会用选，要倒一本？你好，你好。鸟吼，好，来，啊，我即摆开始讲吼，伊讲我是一只鸟，但是我无名哦，吼，我细汉时阵人就叫我细只鸟，也是喵咪啊，喵喵喵，吼，啊大汉我就叫做鸟，无名，但是咧，我足欣赏别人拢有名，庙内底嘛有饲家己的鸟，伊叫做。我讲卖，伊叫做无限寿。无限寿的意思就是即个寿命足长的啦。一紧张，我那个迄骹步我的天步有淡薄仔乱去啦。啊，毋过好你家知，即同学的迄个眼神，因听故事的迄个眼神，有甲我救着哦，互我袂当，我好好整理我家己的骹步，所以我尾啊嘛是总算有甲故事好好啊讲互煞。啊嘛，因为安尼，我感受到，哇哦，原来无为着啥物目的，简单去做一件代志，啊，简单去得到安尼快乐，啊，搁安尼肯定，原来是遮尔快乐一件代志。人叫我的名的人，无论伊是啥，伊甲我叫啥物名，我拢感觉我足介意、足欢喜的。好，故事讲了啊。借问一下，安尼有满意无？非常满意。真正哦，多谢。啊，恁头拄仔是安怎愿意互我机会？因为嘛唔知要创啥。啊，安尼，咱会当翕一个相，做一下纪念无？1、2、3。多谢，谢谢。我对草阿嬷安尼行。对草阿嬷安尼学，我真正无想到会当透过讲故事这件代志，甲无识相的人结缘，啊嘛透过安尼的缘分，互我有机会去付出。所以真正咱咧讲做志工也好啦，还是做一件无求回报的代志，就是常像安尼，啊得到的迄个快乐，我感觉是。有当时也是家己嘛想袂到的，所以未来若是有机会，我应该嘛是会继续讲故事，讲互身躯边的人听。若是讲要讲互无识相的人听，我感觉我爱搁甲草阿嬷好好学习啦，勇敢的精神，我爱搁在才有法度。
日子。伫咧零星下半场做志工服务，每一个人的原因拢无共款。有的人是想讲要为社会做一寡代志，有的人是兴趣，有的人是该当做一个顶真的事业，也是工课。所以为着我这回要好好做一个志工，我等下就是要来练功夫，做升级服务，爱学足侪功夫，互我的志工服务更较厉害。应该是这样。婷婷，哈哈哈，足好诶！哎呦，我搁今日见唔到呢。我就讲，时间到啊，系啊，应该你就到啊啦。我无迟到啦吼。好，无，足准时诶。因为呢，我们预防失智不是只有运动而已，要脑动、口动，还有手动。好，所以呢，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大脑充分的运动。哈，大家好，我是你好，甜心。好，来，好，那我的弟弟甜心。好，我是新学员，因为我就爱黄金的，我不爱吃黄金果，所以我是黄金果。哦，来慢动作来，黄金果。大家好哈，我是爱跳舞的周，走。大家好，我是今仔日的练习生，我是爱考嘛爱笑的婷婷。咱下半场我参加金字塔安尼啦，安尼愈过愈好，愈过愈黄金哦。所以我是爱考嘛爱笑的婷婷。嘿，多谢。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气球律动，大家每个人拿一个，哦，对，来，我来拿，好型，转来，好型，转来，樱桃，来关，过来，去服务的时阵，带时段安尼同伊讲会多打。其实无一定，因为有时阵我们去的安养护老迄寡老人吼会有中风，所以你要去敞开看什么它适合他们的活动，才可以进去。所以咱练习要培训的就是什么拢爱先学起来，再累去了解。对。OK， 那安静妈贝来配音乐，1、2、3，准备唱起来。火车行到伊度阿嬷伊度丢，哎呦风空来。老实讲，祖祖今仔日吼是陪我来上课的啦，因为遮学的物件对伊来讲已经是足熟啊，唔免搁学的物件。啊，对我这个练习生来讲，遮的物件哦，拢足新奇、足趣味的吼。啊嘛，因为安尼吼，我渐渐去感受到祖祖为虾米伊愿意办这个抽啊，办遮侪年，吼，演遮侪年啊，都是出去服务。原来就是会当互时代感觉欢喜啦，感觉温暖啦，啊有意义，这就是做抽啊的一个上大的精神，就是伫咧遮。婷婷，你有没有拿到饼干？哦，就好食，食快买，一定要补充一个呢。对啊，因为我发觉到上这个课爱配啦。无对，你感觉安怎？我感觉这个课上起来是足高水的，足有活力的。哇！对啊，唔是讲迄种老师咧讲我伫咧下骹写笔记迄种。长辈的课哦，如果你都一直讲话，大家都会困去啊。咱的这个学会啊，已经偌久的时间啊，对开始到今嘛。今嘛已经有7年了。7年啊，对啊。若亲像我的好朋友周周，对啊，亲像周周，你是当时家己这个抽啊的团体？我应该是
5年前啦5年前哇，安尼嘛算是元老啊呢，大学姐嘞，学姐啊嘞呀，要多多照顾我们婷婷。哎呦，婷婷。叮咚，啊来心花开，我着心花开，我着送你一蕊花。现在呢，要教大家怎么变魔术是吗？是。好，来，江湖一点怪，讲话无价值。啊，对。所以你甲安尼个放入去，会干那是有一个磁铁。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 Kitty 啊，有无？安尼甲倒落去的时阵，甲揪起来。哦。是毋是真简单？就着要互大家练胆的时阵，咱敢若几个名下会使来顶头，甲咱练习一下，来，咱来试看卖。好呀！咱即摆来一个魔法的森林里面，对吧？对哦。啊，哇，这水也会哦，啪啦噼啦，砰砰砰，噼啪啦噼啪啦，砰砰砰。好，看有没有？好，我准备一个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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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对我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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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有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哇，这上高赞，这上高赞。好难啊！谢谢啊，我会挥招出来啊。讲到你恭喜，一等就大奖，因为大哥大姐同爱看你出彩。真假啦？时阵同欢喜。就那彩，就那彩。你甲头前我加油豆油，还有3年了哦，来做头，花香啊，吹落去。感谢大家无气嫌吼，安尼我甲你跳一个啊，最顶啊开始，哦哦，画。咱即个志工服务团，就是要装迄个抽啊，吼，就是要互大家笑开。啊，另外就是咱服务的对象嘛，大部分拢是时大，所以即个课安尼上起来啊，我感觉真好的所在就是咱的目标，吼，足明显的，就是咱要互时大笑，要互时大动，吼，啊，过来就是要互时大感觉足温暖的。我感觉今仔日的安尼的课，差不多拢有学到啊。虽然讲头拄仔学遮功夫啊，我感觉足好耍的。啊，不过我感觉吼，要甲安尼的代志当做一个志工的服务，原来嘛是无简单的，所以我就想着周你哪会想讲要甲安尼的代志当做你下半场人生的一个重点。当初我退休的时候，我觉得我嘛无讲真老啦，会使过去做别项代志。啊，我就想到说，我可以做老人这类的哈，这类区块这样。啊，其实带给他们，带给他们欢笑快乐，同时我也得到了舒压。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虽然执行长讲我会当参加，但是你真正感觉我会使吗？我感觉你吼，天生的小丑，会使。但是这个我听起来很像是欧肉是赞美，欧肉赞美。啊，你除了这个抽仔的志工，我会记你啊，啊，搁足侪其他的对无？其他的服务的项目。我伫沙林波，哈，嘛有伫一个据点内底，哈，带一寡学员。啊，对啊，阮后礼拜吼要做圣诞花盆。哦，后礼拜嘛有代志哦。你才缀我来啦。真正会使吗？啊，你讲花盆，啊，那就用这就好啊。啊，
不是用这哦，要用真的就对啊。哦，好，安尼我对来紧就对啊。好，好，我会使。好。无想到伫咧台北市这么热闹的所在，个哇，这么放轻松的空间啊！对啊，对啊，为倒位入去？咱为食，先去经花卡。哦，花卡花。啊，你才知影讲你要放偌大丛就对啊。真正5花10熟，啥物拢有呢？欠啥来食？系啊，拢买得到。啊，阮的是伫食。你会使看一下，素素啊，但是佫真水呢。这盘啦，系啊，很耐看呐。对啦，咱是这卡啦。哦，要这就对啊。对。哦，这较快。啊，但是为什么我用这？因为咱做的是组合盆栽，不是一丛。哦，了解。咱是2丛。哦，会使哦，拄啊好哦。来。我提。哦，谢谢。啊，咱花卡吼经好，经好啊！啊，即马要去经植物，对，上重要的食物爱甲经起来。对，在食。哦，伫咧食。哦，足够水啊！足水吼。系啊。哦，这那个是迄个食物的幼儿啊、育婴房的迄个感觉。系啊。较细只。足够水啊！咱今日要经的是倒一项？咱要经这个是要当做树啊。这是什么名啊？伊叫做香冠柏，啊，我们尽量较健康的啦。它其实伊嘛是有标价啦，吼。你经的时阵嘛是爱看一下，这是偌济钱。对，因为你伫咧日照中心上课嘛，对无？所以你会当讲是。半买半烧送，你拢收迄学费拢足少的呢。对啦，我们也唔敢吼收贵啦。嘿，惊讲吼老大人吼心情嘛就老师你也买遐贵安尼。啊，嘛是爱顾着因的迄个感受就对啊。哇，我感觉做真正足古锥的，足投入的，因为为时代服务。啊，帮时代上课这件代志，伊毋是家当做一个足辛苦的工课咧做，伊是当做一个足欢喜的服务咧做，甚至伊为着要省迄几箍银，袂使遮去倒位买一项物件，都为着要省10箍、20箍，几百箍啊尔。我感觉足古锥的，因为伊省的是时代伊的心态，伊甲时代有共心就对啊。啊，伊开的是伊家己的工钱甲时间啦。你看吼，其实这个是伊的叶啊哦，它的包，这个叶啊叫包叶，不是花哦。啊，我拢叫是这是叶花呢。啊，花的内底有看。原来我5岁才久啊，我即马就知。嘿，你经的时阵吼，要有花苞，有没有？啊，最好是有花开的，也有还没有开的，是，它才是在生长中。哦，这美感呢。对。要起来，还有花。好，来放轻松，2只脚与肩同宽。好，啊，身躯揪悬悬，下海按收一下哈。来，1，嘿，2，好，真好哦，3，慢慢来哦，脚扬起来哦。好，4、3、2、1，哎，来，2、3。因为周老师啊，伊本身啊，都运动的迄个证照，伊伫咧少年时阵，伊就是教囡仔咧律动运动，所以伫咧伊开始上课之前，伊固定拢会带遮大姐遮的学者同齐来运动，感觉介好呢，安尼动的，规个人拢有精神起来啊，紧对5，重心低点，7、8、9、10，真好，来休困一下哈，会喘袂？会哦。啊，咱即马休困，啉一个茶咧。大家足厉害，拢无停呢。咱对头拄啊开始做操到即阵半点钟。周老师，你少年的时阵是教囡仔
运动，律动嘛，对不？对对。即马教因安尼运动啊，你感觉教囡仔有啥物无共款？阮即寡学生吼，拢足认真的，因家拢对这个课拢把握的很专心。他们觉得说来上课就是爱对老师运动啦，比较有收获啦哈，这样子，所以我感觉因就高。啊，你跳，你感觉对你的身躯有啥物特别无共款的会改变无？你家己有感觉？基本上三高拢那个前期都不用吃药了，觉得运动很好。来家上课就是较轻松，来老师坐下了对坐下，乖乖走。嘿，真好，好老朋友。好，来，我们现在哈，咱今嘛就要开始加薄薄的一层土，好，安尼会使，哈。袂得一条头啦。无钱啊，月光族就对啊。老师爱一个，你使不分？会使。可以啊。咱甲松松的，嘿，卖甲地，安尼差不多。你安尼差不多，啊，我搁你加一个。哦，这样吗？啊，你卖甲地哦，爱互伊松松哦。我当时啊看到实物，就是欣赏尔。啊，我从来唔捌做过安尼盆栽，今仔日是我第一届哦。啊，而且我搁爱做组的助理。哦，其实吼，我嘛是会紧张啦。啊，毋过吼，因为祖祖伊就有耐心的，啊，而且伊拢教甲足详细，所以我伫边啊，安尼哪看哪甲斗相共，啊，我嘛哪学。原来做盆栽足趣味，足好耍，啊嘛无困难呢。祖祖，亲像这每一节课要安怎上，啊要上啥物内容？是甲同学讨论，还是你家己设计、家己想的？应该是吼，嘛有讨论啦，嘛有家己设计啦。我们比较好照季节。哦，季节都对啊。比如讲圣诞节12月嘛，我们就会提前，咱提早吼，先来做安尼，放在厝，就欢喜。这应该袂晚。这个不行的啦，这不是有机的啦。理性。哦，这是理性。你这个要，搁插一支无？系啊，你敢搁会当搁加落？搁插一支安尼好无？较老练，较有迄个过年过节的感觉。搁插一支啦，哇！主任，我感觉学生啊来遮上课，大人拢喙笑目对啊，真好吼。对啊，啊，亲像咱这个中心开这个课啊，是啥物资格人会当来上？哦，其实阮遮是讲55岁以上，啊，大家有兴趣吼，就会使来报名。亲像祖祖老师来食，在我了解吼，其实迄学费是收甲足俗。对，我嘛才讲，有当时啊感觉就歹势，但是嘛是足感恩的，对无？对，老师就用心的吼，伊拢会去学一寡新的物件，然后看大家有啥物兴趣，啊需要啥物，吼，伊就去学，啊来甲大家分享。分享安尼。对。完成啊，对无？啊，有欢喜无啦？哦，足欢喜耶！放在恁兜吼，慢慢去欣赏吼，甲别人分享，甲恁先生啦、恁孙啦吼，安尼足趣味，对无吼？放在啥圣诞节迄阵吼，嘛是水水啊，吼。看到祖祖咧教课的迄个过程啊，我有感受到伊的快乐，甲伊的满足。因为上这个课有一半是服务的心情。伊安尼甲学生啊互动开讲，虽然讲是咧教课，毋过我感觉对伊来讲嘛是一个充电，对。这个电会当互伊做更较侪的代志，伫个服务的这条路，互伊继续行落去。我感觉就是这个力量，安尼互相支持，嘛会当体会到，为什么伊这么爱服务。东北的讯息可以看一下。你会使不？我看看，很好，很可爱。那你还戴眼镜呢？
啊，你感觉我爱配倒一个目镜较适合？粉红啊，粉红仔的吼，安尼哦。好，我试看嘛。你知不？安尼。然后带进去。哎，他没有。好。今仔日咱要来服务啊，对不？这是日照中心。哎，不老日照中心。是。啊，等下咱要分配一个啊，大家要做啥无？啊，阮早就已经决定啦。哦。倒一个是头前，第二个、第三个拢知啊。啊，今嘛就是讨论。哦。看伊他个人要怎么带动作啊，那我们要怎么配合他们？哎，头前就是小丑进场哈。头一届就是甲人压手啦，啊把那个气氛吼，该安尼插起来，插烧起来就是啊。进前对这场志工学一寡跳舞的撇步，啊，搁一寡妹妹角角。老实讲，我已经献互因啊，我袂记甲差不多啊。啊，毋过吼，现主席甲这个帽仔戴起来，啊西装打扮整起来，哎哟，佫真正有迄个跳舞的迄个感觉。也就是讲，虽然还未上场，咱这场志工的心情已经调整好啊。吼啊，所有的曲势嘛拢摆出来啊，所以就是准备要互咱这场时代上欢喜、上快乐的一个下晡时啊，阮来啊！哎，谢谢啊！我上爱听你的鼓掌声、鼓励声。我是这届领队周周，那我们就小丑进场喽哈！一个工课都是互场面，互伊热起来，互伊闹得起来。所以我真正嘛会烦恼讲，这场时代无捧场啊，场面会伤冷。我就想讲一切吼，啥物形象啊，啥迄拢无重要，民主无重要啊。反正伊若笑，我就会笑；伊若欢喜，我就成功啊。回家行到伊着阿妈伊着丢，哎呦风汤。这场时代，互我足欢喜以外，另外一个互我哇 surprise 的是周周，因为周周伊平常时看起来安尼足恬静的，吼足文雅的，足优雅的，啊无想到伊一摕到迄个麦克做主持人，规人拢无共的呢，迄敢若是伊的主场的，吼啊伊咧甲这场时代伴暖吼，也是甲这场时代咧讲笑，伊嘛足会知影时代爱听啥。无怪周周是一个足资深的一个志工，啊，看伊安尼服务，我感觉我希望有一天我会当常像周周安尼，会收会放。现在你是5岁，你想要什么东西？什么愿望？台积电。你5岁，你想要什么？不要。我感觉这场志工，互我上感动的是，其实老实讲，
大家已经拢是少年时代的年岁啊，对啊。啊，毋过因阁愿意安尼行出来，啊，办即个抽啊，啊，互大家欢喜，安尼变高人就对啊，啊，地消地电安尼，我感觉哇，安尼的精神，互我足佩服的，啊嘛，互我感觉讲，若是要服务，就是爱安尼，啊，做一个快乐的抽啊，甲欢喜的心情，会当一直传落，一直传落。